各位戰友早晨，今日係12月19號，隔晚有份數據幫港股打咗支強心針。美國 CPI 數據回落，令市場對未來減息嘅預期即時升溫，美股做好，連帶港股夜期都跟住升，受呢個利好消息帶動，恒指今日有機會向上，嘗試抵達星期一嘅下跌裂口附近，大約25,620點，睇下可唔可以收復返呢個技術缺口。不過要提定大家，升近裂口位，阻力一定會同步增加，因為嗰度積聚咗唔少等解套嘅沽盤，所以個市未必可以一氣呵成衝過去，可能會喺高位反覆。預計今日大市會喺呢種樂觀與阻力嘅角力中上落，波幅睇25,500點至25,700點。策略上建議咁部署，分段操作，唔好瞓身，可以趁勢跟進。但升近25,620點附近就要識得逐步獲利，唔好太貪心，留意成交配合，要真正突破裂口阻力，必須要有大成交配合，否則可能只係假突破。設好止賺止蝕，無論點都好，一定要有明確嘅離場計劃。總括嚟講，好消息出爐帶來機會，但都要步步為營，快啲 share 開呢個分析，同戰友一齊把握反彈浪。